大家好，今次咧又嚟到每週評論嘅時間啦。今次咧我哋會繼續討論一啲嘅唔同嘅時事嘅事情。今次咧我哋會傾下呢個嘅死亡筆記最後的名字。死亡筆記最後的名字咧係承繼上一次嘅上集啦，今次係下集大結局啦。咁係喺上個禮拜香港就上映啦，票房相當之唔錯，得到好多青年或者成年人咧都追捧呢套戲。而香港商家咧都乘住呢個機會嘅時間出咗大批嘅周邊產品出嚟嘅。咁例如我手上面一啲好似一啲Deathloop 嘅筆記簿啊，或者啲頸鏈啊，甚至乎一啲鎖匙扣咁樣。其實電影出周邊產品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最特別嘅一個例子就可能係星戰啦，星球大戰嘅時間，佐治魯卡斯出由嗰套戲啱第一次 Star Wars 出現嘅時間，到而家前傳拍晒嘅時間，都20多年嚟都不斷有呢個周邊產品出現，個銷量都相當之唔錯，成為咗嗰套戲票房之餘一個好可觀嘅收入。咁所以咧，唔少電影例如 Toy Story 或者 Disney 嘅時間都出唔少嘅 figure 或者一啲周邊產品去增加佢哋自己本身收入。咁而我教會例如好多小朋友嘅時間都會，例如喺蜘蛛俠上映或者超人上映嘅時間都會着住一超人嘅衫啊，或者蜘蛛俠嘅衫咁樣。其實佢當佢着咗一件衫同埋真係打扮似超人嘅時間，其實佢就感覺上自己係一個超人或者蜘蛛俠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因為佢覺得自己本身係一個警惡懲奸啊或者正義嘅形象。透過一啲咁嘅role 嚟講咧，係幫助到佢成長嘅過程上揾到一啲健康嘅榜樣去學習咁樣。但係去到換轉嚟講，當商家出一啲周邊產品，例如 Deathloop 嘅筆記簿嘅時間嚟講咧，咁我哋就會有啲擔心啦。當然啦，好多唔少青年人咧買咗筆記簿嘅時間，都會當係筆記簿咁樣用法。但係咧，嗰套戲本身講乜嘢嘅咧 ？Deathloop 本身係究竟係一回咩事咧？其實 Deathloop 就係死神抌落嚟地球上面一本筆記，有一個角色叫夜神月咧執起咗本筆記。佢原本係法律系學生嚟嘅，咁但係佢不滿足於一啲法律嘅時間，唔能夠懲戒到所有嘅人，於是乎佢就揸本死亡筆記咧寫低咗一啲罪犯嘅名。嗰個罪犯嘅名果然就喺數十秒之後咧心臟麻痹死咗啦。咁啊透過呢種方法咧懲戒或者係清除一啲地球上面佢覺得壞人嘅人。並且咧另一個方法咧就可以透過上面寫低佢死因嘅時間，佢就會按住你寫低嘅死因咧死亡。咁久而久之，其實夜神月就成為咗好似世界上面嘅神咁樣，充當生殺嘅大權。慢慢同警方就開始咗一個鬥智嘅計劃。最後尾嘅時間咧，佢就因為為求自己可以繼續 keep 住呢個新國度嘅實現啊，咁所以就殺咗好多唔少嘅警察或者無辜嘅人。最後尾嘅收場咧，大家要睇戲嘅時間，你就會知道咁樣樣。不過我哋擔心嘅時間就係嗰套戲本身就係講緊人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判官？當你擁有筆記簿或者擁有啲權力嘅時間，你係咪真係可以好公義去做一樣嘢？咁但係咧，商家出咗呢本筆記簿嘅時間，好唔少青年人嘅時間喺論壇或者係一啲嘅forum上面去講嘅時候，講啲乜嘢就係請你寫低一啲平時你憎恨嘅人嘅名出嚟，或者想去死嘅名出嚟。果然有唔少人咧寫低咗好多個名喎。呢個就我哋擔心，如果出咗本筆記簿嘅時間，你唔係淨係當筆記簿咁用，而平時嘅時間你有啲鼓勵嘅，好似鼓勵緊你啊！當你憎恨一啲人咧，你可以透過寫咁死亡筆記嘅時間，你就幻想自己嘅夜神月，可以充當一個死神嘅角色，去咒助你身邊嘅人。並且你可以詳細去寫低你嘅一個佢嘅死法咁樣。我哋就擔心嘅時間，當你憎恨一個人嘅時間，係咪一定要佢死咧？同埋憎恨一個人嘅時間，係咪真係當你寫得，你唔係淨係口講，我憎你啊，真係想你死咁簡單，而係你詳細好冷靜咁樣去寫低佢嘅死法，寫低佢嘅名嘅時間，就好似一個好多專家會 propose 嘅時候，會唔會一種幻想殺人嘅風氣？咁同埋你憎一個人唔一定要去死噶嘛，其實係一個本身係人事上面或者人際關係上面有啲問題嚟嘅。當然有啲人咧會透過唔同嘅方式去發泄下或者玩下啫，但係當你寫嘅過程上面嘅時候，你好似腦袋入邊咧去鋪排緊佢死亡嘅過程咁樣，其實背後咧真係會有少少擔心咧，就可能會鼓吹咗一啲仇恨就一定要用殺死佢而解決咁嘅風氣咁樣。呢個係我哋擔心嘅地方。其實我哋希望咧唔同家長乘住呢個機會，乘住套戲嘅機會咧，可以同小朋友去傾下究竟夜神月用呢種方式去解決一啲壞係咪一啲好嘅方法啦，甚至乎可以就住我頭先所講嘅 topic 上面同一啲小朋友或者你嘅青年人討論一下，當你應該憎一個人或者唔中意一個人嘅時間，可以用乜嘢方法去解決？係咪用寬恕係會好過用憎恨，甚至乎殺人呢？呢個係可以家長藉住呢個 topic 同小朋友傾下呢方面嘅嘢㗎。